點解有啲人用家用嘅美容儀器，用完之後面上突然間多咗幾塊斑？我講緊呢，唔係一啲醫美療程啊，係而家好流行用嘅家用射頻啊、海乾等等呢啲嘅家用抗衰老儀器啊。網上面幾百至幾千蚊一部，人人都好容易買到。特別係會發熱嗰啲儀器啊，非常要小心啊！用嗰時呢，會覺得有啲溫度好似有效喎。而呢個熱呢，就係問題所在啦。我哋處理咗咁多年嘅荷爾蒙斑呢，見到一個好普遍嘅現象。初期嘅荷爾蒙斑呢，肉眼就有時未必睇得到嘅。因為佢匿埋喺皮膚嘅底層，當遇到太熱嘅時間咧，就會出現問題㗎啦。而你用緊嘅家用抗衰老儀器咧，通常會點做咧？喺呢個法令紋啊、面珠墩位啊，特別喺荷爾蒙斑最常見嘅位置啊，不斷咁碌，每日碌5分鐘、10分鐘，希望見到更加之緊緻嘅效果，更加之抗老化嘅效果啦。但係每一次搞到越嚟越熱，不斷喺累積熱力，有可能咧係熱中你嗰個底層荷爾蒙斑嘅。而呢啲熱力咧就會刺激黑色素母細胞大量釋放黑色素啊。咁你會發現乜嘢啊？本來你冇斑嘅位置咧，突然間多咗幾塊斑出嚟啊！而本來細細嘅斑咧，就變成好大塊或者深色咗。嗱，呢啲就係反黑嘅現象啦。其實研究早有結論啊，過熱咧係會惡化荷爾蒙斑嘅。嗱，所以唔好以為只有打激光先會反黑，過熱一樣會啊。當你面上多幾塊斑，你照鏡嘅時候咧，抗衰老咧就冇做到啦。嗱，反而睇落仲老幾年添啊！無論你去醫美中心、去美容院，定係喺屋企用啲家用儀器咧，道理都係一樣嘅。做儀器之前，你一定要了解儀器嘅風險。第一步唔係做儀器啊，係用皮膚分析機評估下，睇清楚皮膚底層有冇啲底層嘅荷爾蒙斑啊，有冇隱藏嘅泛紅啊，皮膚屏障穩唔穩定啊，睇清楚先講點樣做儀器。想了解更多美容儀器陷阱，留言家用，送你家用美容儀器常見陷阱指南。